英文寫作比賽頒獎禮、歷屆工展會、K11商場聖誕演出、聖誕頌歌節等等。樂團亦都曾經參與北京交流、台灣弦樂夏令營、千人破健力士世界紀錄活動等，表現均獲好評。首先，我哋請指揮許文堯先生帶領弦樂團嘅團員為大家演奏科幻電影《侏羅紀公園》中嘅音樂作品《Jurassic World: Fallen Kingdom》。太早食啊，即係等住下晝冇食。今日冇食。佢學法，我考你嘅時候之前咧，我哋要我哋都唔知佢幾點出。差唔多唔知啊，應該有時間會知。係嗰個咩 Apps？ 可唔可以加多5蚊嘅錢？我哋有一台我話你買一台。係你屋企啊？驚曱甴，啲嘢都驚，佢哋而家乜嘢都唔驚，真係唔好意思，真係一見曱甴。
多謝許文耀先生同埋東華三院小學聯校弦樂團。弦樂團近年屢獲殊榮，更加連續2年獲得國際著名小提琴家姚國老師嘅邀請，分別喺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及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與姚老師及香港弦樂團同台演出，真係好犀利㗎！接住落嚟為我